每次搽新嘅護膚產品，開頭嘅時候都覺得有改善，但係用落就覺得冇效果。原來99%嘅人都揀錯咗護膚霜。今日就為你拆解保濕嘅關鍵要訣。啲人成日話要幫皮膚補水，但係你知唔知道其實皮膚嘅結構係防水㗎？如果唔防水，咁沖涼嘅時候皮膚吸晒水，咁我哋個咪變成海綿寶寶咯。我哋平時用開嘅護膚霜其實大部分都係水嚟㗎，然後加入甘油作為滋潤劑。為咗將水同埋油可以撈埋一齊，廠家就會加啲乳化劑。為咗唔會咁容易變質，就要落一啲防腐劑。為咗聞落去可以香啲，咁就要落啲人造香料。你睇下成個成分表啲串字有幾複雜，所以護膚霜有好多時候都係幫你皮膚表面保濕，但係好快就蒸發走。而我哋嘅皮膚真正需要嘅其實係油性成分。點解？因為我哋嘅皮膚保護層皮脂膜本身就係一個油性嘅膜，我哋要用翻同皮膚質地相似嘅護膚油，先至可以更快、更深層咁樣滲透落去，幫你真正做到修護同埋鎖水，而唔係停留喺表面咁簡單。如果你一向都重視揀一啲天然不含化學劑、有效得嚟又唔傷皮膚嘅護膚品，可以試下有機嘅無蕊花油。佢嘅莖同埋葉都有好多微細嘅絨毛，對皮膚係極有親和力，專門係幫我哋舒緩濕疹、乾痕，滋養我哋底層嘅皮膚。呢支無蕊花油我用咗好多年啦，100% 由天然植物提煉。無蕊花油同其他油最唔同嘅地方係佢嘅質地好輕薄，搽上手好容易推開，而且好快吸收。重點係一啲都唔立，仲可以 last 足全日，搽面頸甚至全身都可以，就算係 BB 同埋貓狗嘅浴球都可以用噶。想試下真正幫皮膚修復翻保護層，咁呢一支純天然嘅無蕊花油就係你最好嘅選擇啦。